讲到秋天食毛鸡当钓时，一寡餐厅业者拢趁即马细面当好，杀秋天毛鸡犹太来招生意。像讲日本出名菜饭的业者，就杀台湾限定的帝王毛鸡菜饭，配合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档期，逐工限量30份，1份702，差不多拢是拍对折。 伫鼎底剪甲变作黄金色的，你敢有看出来？这是高粉的帝王金的金马公，剪好好起来了后，全部铺伫白饭顶的，各条动门的酱料，才放互人客。我觉得很香，然后而且螃蟹的那个肉质非常的 Q 弹，它上半部的壳都已经去掉了，只是说剩下的肉你会觉得你不把它稍微搓出来吃，会觉得很浪费。蟹螯的部分，所以肉特别的多汁，就没有想到炸起来这么好吃。 人客要食帝王金，师傅嘛真大心，甲金马公拢加开，互人客真简单就会当食到。日本有名的店金主办制作下档本，杀台湾限定的帝王金菜肉饭出来，超级大只的金马公，原价1份要1225，配合百货公司的周年庆，逐工限量30份，702就会当食到。 我们目前预计带动这个新品可以带动2成左右的来客。秋天食金马当钓时，业者把